回头继续来看这个幼稚园困住的事件，台大病院特别找专家建议幼稚园要安怎做这个防疫的措施。除了要加强着清洁消毒之外，嘛要保持着环境的通风。这个教室的窗仔门都要拍开，要来装设着电风，甚至来使用着空气的清净机来加强着空气的流通。若咧教囡仔教具，强在会使用迄种塑胶的制品，专家是来提醒讲，这个新冠病毒停活伫塑胶表面的时间真长，除了爱加强消毒之外，上好也是莫用较妥当。不过，即摆上界担心的是，印度变种病毒可能早就进入社区，而且这个传播链可能唔哪一条。食饭、啉水、困到幼稚园的囡仔，上课做伙，耍嘛算做伙。新冠病毒越来越去的风险嘛较悬，不过囡仔镜头甲大人无共款，重症的几率较低，大部分是轻症，就敢若一般的感冒。轻症的原因呢，就是较少的病毒受体，还有跟其他冠状病毒的交叉保护。再来，儿童呢，常常在病毒感染，所以儿童的免疫反应一直在被训练。这因为较歹发觉，更加袂使忽视疫情中扮演的角色，尤其是囡仔所使用的教具，也是佚佗物仔，又搁是新冠病毒真爱的塑胶制品。病毒上少会使伫面顶停留3天，就惊讲有间接的接触。除了讲一直消毒以外，专家嘛建议讲上好莫用。上要紧的是教室空气要流通。不管有没有开冷气，有窗户就要开，开了通风还不够，那你就要装风扇。好，如果装了风扇也没有用，那就是空气清净机。你风出来的方向应该吹向老师，而不是老师吹向学生。专家一直提醒，不是无原因，主要是依照目前的疫调，Delta 病毒早就进入社区，而且传播链可能唔哪一条。依照目前的资料显示，住伫邦桥某一个社区大楼，这个埃及的老爸，伫8月初4到8月18，拢伫防疫旅馆。9月初9新增加确诊的做装潢的工人，是伫8月12到8月14，甲9月7日入到社区大楼做装潢，时间无共款。那呢，这个工人的感染源伫倒位？它没有时间的重叠性哦，所以理论上应该是另有其他的来源，这样才是对的。其实不排除这栋大楼有可能在8月初的时候就已经有Delta 传进来的，在公共空间被感染的机会应该是有可能的。以目前幼稚园甲社区感染的状态来讲，专家判断这个病毒恐惊已经传到第3波啊，加上台湾做完2剂疫苗，这个注射率较无1成，若是讲疫情继续扩大，恐惊就要将警戒。